4月16，犹大出卖耶稣。经文诗篇139篇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。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。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，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所能理解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住在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，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，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，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黑暗，黑暗跟白昼一样光亮，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。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你可敬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，骨骼怎样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，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，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上帝啊，我多么希望你杀灭邪恶的人，我多么希望凶暴的人离开我。他们开口亵渎你，他们说邪恶的话冒犯你。上主啊，我多么恨恶憎恨你的人，我多么厌恶背叛你的人。我深深恨恶他们，我把他们当作仇敌。上帝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马太福音26章14到25节。耶稣的12使徒中，有一个加略人犹大，他去见祭司长，说：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他们拿30块银币给他。从那时候起，犹大找机会要出卖耶稣。除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来问耶稣：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？耶稣回答：你们进城去见某某人，对他说：老师说，我的时机快到了，我要和我的门徒在你家里守逾越节。门徒就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安排逾越节的晚餐。傍晚，耶稣与12使徒坐席，用饭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他们非常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：主啊，不是我吧？耶稣回答：跟我在一起在盘子里沾饼吃的那个人要出卖我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人子要受害，可是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这个人没有出身倒好。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开口问：老师，不是我吧？耶稣说：你自己说了。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。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到了伯大尼，就是拉撒路住的地方。耶稣曾在这里使拉撒路复活。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晚饭，马大帮忙招待，拉撒路和其他的客人跟耶稣一起用饭。这时候，玛利亚拿来一瓶极珍贵的纯纳达香油膏，倒在耶稣脚上，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子里充满了香气。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就是将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为什么不拿这香油膏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？
他说这话并不是真的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贼，他管钱，常盗用公款。但是耶稣说：仁他吧，由他吧，这是他留下来为着我安葬之日用的。常常有穷人跟你们一起，但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一大群犹太人听说耶稣在伯大尼，就到那里去。他们不但是为着耶稣而去，也是想看看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因此祭司长们计谋连拉撒路也要杀，因为许多犹太人为了他的缘故离开他们，信了耶稣。分享：耶稣总是那么专注而真实的出现在人们中间，而这种临场感会引发人内心最真实的反应。有时这些反应出乎意料，像是法利赛人爆出怒火，被社会排挤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泪，富人则表现出深沉的哀伤。在受难周的星期三，我们特别记得两个鲜明的对比画面：犹大的背叛，玛利亚的膏油。耶稣竟然会让伤害他的人靠近，这点令人费解。但他并不是没有看清现实，也不是漫不经心，他很清楚这样的代价与结果。犹大的背叛将带来他的死，而玛利亚的膏抹则高举了他弥赛亚的身份，受膏者。这两个行动都让周遭的人震惊，但耶稣早就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所藏的事。同样的，耶稣从不会对我们的回应感到意外，相反的，他总是愿意接纳我们的真实，不论是谁。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也有勇气与信任，与耶稣一同停下来，面对内心深处那些我们自己都不太敢碰的东西，并且等待那一份来自于他的医治。还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内心会浮现出的是祝福还是咒诅，而让我们陷入停淡，甚至选择逃避呢？今天就用你目前能做到的方式，欢迎耶稣来到你心中，帮助你看清自己内心的真实。祷告：耶稣啊，你总能唤醒我内心最深处的部分，请你靠近我，但求你温柔的来，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自己会看到什么。我尽我的所能信任你，爱你，请在我生命当中照着你的方式带领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反思：当你想到耶稣的同在可能会激发你心中某一种深刻的回应时，你希望那会是什么？你又担心那会是什么？第二，现在你已经说出你自己的盼望与害怕，请安静的与耶稣同在，留意看看心里面真正涌上来的感受是什么。也许不像犹大或玛利亚那样子的强烈也没关系，但此刻你的心正被触动的是什么呢？